睇下呢個視野真係叫做冇遮冇擋，三房兩廳兩衛，125個方，入門嗱，呢個餐廳位幾闊，可以擺一張大台，南北通雙陽台，廚房睇埋。呢一個戶嘢佢就錯廳嘅，即係客廳同埋個飯廳咧就分開。呢一間咧即係就一個多功能咯。如果你想做書房都得，或者做間瞓人都得啊。咁當瞓人嘅最多咪就裝翻個玻璃門拉下。張房呢度，哇！你睇下呢個業主幾瀟灑，裝埋浴缸。我哋感受下呢個主人房嘅景觀。呢個視野，如果啱啱落咗雨，如果天氣好嘅話，我望晒嗰個珠海藍地嗰邊。呢度仲有一個公用洗手間全部可以睇下。呢度仲有一個房，可以睇下呢個房間，睇下嗰邊嘅視野，即係3個房間睇，即係你從任何一個角度去睇，都係冇遮冇擋廚房、廁所都可以係冇遮冇擋。如果咁嘅視野咁嘅樓層係高層嚟嘅，有興趣就聯絡我，係咁，拜拜。